歡迎使用小額二 Exclaim 教程影片。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高效準備小額錢債審裁處之相關文件。第一步，請輸入零嘅電郵地址及尾碼登入。為全才安全，系統會要求雙重認證，輸入認證碼後即可進入。第二步，於主頁點擊開始新案件，請輸入案件名稱，選擇零嘅格式，並勾選同意服務條款。第三步，輸入申訴人與被告人嘅全名及地址。如有多名原告或被告，可點擊新增按鈕。填寫完畢後，點擊右上角嘅下載表格 PDF， 系統將自動將資料準確填入法院嘅官方表格中。第四步，於申訴理由欄位，零無需具備法律專業背景，只需簡述事件經過，並點擊 AI 生成，系統即會自動為您擬定一份格式標準嘅申訴陳述書。確認款項計算方法後，即可下載表格二，並直接提交予小額錢債審裁處。第五步，案件處理期間，您可透過 Dashboard 管理界面上載證據或文件圖章。AI 系統會自動進行分析，並為您提取案件編號等關鍵資料。此外，您亦可根據需求選擇生成其他文件類型，例如證人陳述書或押後聆聽申請等。使用小額二，讓文件準備程序更快速、準確且專業。多謝觀看。